咱继续要来讲，即届出状况的这种乌鹰的直升机，是2008年国防部开847亿，甲美国买60台，主要是用伫个高海拔甲海上的救灾运输。但是去年嘛是这种的乌鹰的直升机，要载难事的病患来台湾本岛治疗时阵，发生坠机的意外。当时飞行机顶6个人全部来往生，前后找2个月，才找到飞机的残骸甲罹难者。经过67天，台伫海底乌鹰直升机残骸总算找到，机身严重变形，但讲变成歹体啊，一直拢无找到2名罹难者，嘛伫机顶找到。位置应该是在后面了，我们研判应该是护理师跟那个家属。2018年2月，编号 NA706 乌鹰直升机执行接送红头树病患回台治疗任务时，对红头树机场起飞81秒了后坠海，机顶包括驾驶、机工长、病患总共6个人，全部拢罹难。事后调查认为，空勤总队对飞行组员的训练不足等等，才会造成意外。由美国生产的乌鹰直升机性能好，主要特色是伫高海拔甲海上救灾、运输等等，会当载15个人。上强的特色就是夜间侦查功能。2008年，国军开847亿，向美国采购60只乌鹰。陆军伫2017年12月达成初试作战能力，2019年10月举办乌鹰全作战能力成军典礼。但是，无想到，国军进入自身的乌鹰直升机，却伫新年第2天就发生意外，嘛，互人措手不及。